我的剧本里，故事发生在一个女人当家做主的花园城。在这里，女人天生金贵，而男人地位卑劣，普通人家得一女，如获至宝。生了！啊，女孩，就是个男孩。你这个废物！你这是要缺我们家的后！在花园，无论是文官还是武职，皆由女人担任，男人不能做官，也没有读书认字的资格。哼，想读书没那个命的，还不如想着找个好人家。快点干活去，快点！有道是男子无才便是德，社会阶级按照士农工商男依次递减，可以说男人们处于社会的最底层。这么少的，你呀，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你！在花园城，就连出来卖艺的歌舞演员都是男的。给我嘛，哎，卖给我嘛！哎呦，这细皮嫩肉的，哎呦！我居然变成了花园城三公主陈芊芊，管自己叫三公主的陈芊芊。就是那个街头抢亲，结果大婚当日就被男主还说一杯毒酒送上西天，第3集就领了盒饭的女炮灰。现在是第几集？第几集？就是我的意思，就是说现在故事发展到哪里了？故事这什么意思？三公主，三公主，哎，媳妇到了。祈福？哎，我的三公主哎，今天可是您大婚的日子，小的们是紧赶慢赶才做出来的满袖飘金的喜服，快试试合不合身？第3集啊！我告诉你，你赶紧把这个东西拿走，这不是媳妇，这是丧服，而且我是不会跟韩硕大婚的。他这个扫把星，我得离得越远越好。拿走。不是这。少君，迎亲的队伍从昨夜一直守在门口，说是保护我们，其实就是监视。下官奉玄虎城主之命，在此恭候少君多时。少君，自己人。到底发生何事？为何少君一进城就发生如此变故？我原本按照少君之意是设计接近二郡主陈楚楚，因为毕竟他才是百姓和官员心目当中少城主的最佳人选。接近他才能得到龙骨，救治少君的心机。可万万没想到的是，这金马之人竟变成了三公主陈芊芊。少君救错了人，被抢了亲。看来有人不希望我与陈楚楚有所瓜葛，许是有人刻意安排的。少君，难道是花园城的城主？一切还未可知。我借着心急示弱，或许能降低花园城众人对我的警惕。少君放心，只要您一声令下，潜伏在花园城内的密探定护您周全，不会让那个三公主得逞的。来看一看啊，便宜了！少君，你无碍吧？无妨。我的心悸没有这么轻易发作。
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？顺水推舟，既然这三公主这么想与我成婚，那就如她所愿。今晚毒杀陈芊芊，先扫清这个障碍，随后按原计划扶持陈楚楚上位，利用她夺得龙骨，待我夺得花园城秘宝治愈心疾后，便立刻点燃瞭望台上的狼烟。届时玄虎挥师南下，一举攻占花园。少君英语，将此次办事不力的人统统杀了。少君，如今我们身处敌营，危险重重，还请少君三思啊！给犯错的人，尤其是我，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吧。那就找出搞砸此次景马事件的罪魁祸首，杀一儆百。属下领命。少君，罪魁祸首已然处置。你，谁让你杀马了？啊？他把马杀了，这是杀马敬我呀！下一个就轮到我了。玄虎，切！边陲小城，弹丸之地，自己家的少君都被送过来当质子了，还有什么可嚣张的？韩少君病病歪歪的，看着就是个废人，还拿马发上脾气了，最后啊，还不是任您摆弄吗？边陲啊，弹丸，废人啊，任我摆弄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是想活命，就别把这些话当着韩硕面说。那是自然不会了。哎，倘若啊，我要真把韩少君惹怒了，三公主你不得护着我呀？我自己我都护不住，我护你我？我要是顺着剧情，在洞房之夜喝了韩硕的毒酒，领了盒饭，我是不是就能醒过来？三公主，我给你讲述一下今日大婚的全部流程，你仔细听听啊。您素来不喜欢这些繁文缛节，哎，但这回不同啊。自从城主大婚，咱们花园城已经整整30多年没有举办过婚仪了。这次又是和玄虎两城联姻，规模更为盛大。别的咱不说，就说这花车游街，足足溜了4城的。你是子睿吧？啊，当初为了增加字数，给你身上加了好多词儿，你不会一直这么啰嗦吧？我告诉你啊，从现在开始，你每句话只能说10个字儿。不是，现在什么流程？10个字儿。哎，花车游街与2郡主一起。花车游街免了，不去了。免了。我的三公主啊，这史无前例呀！我告诉你，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跟韩硕成亲，除了喝交杯酒，其他的全部都可以免去。那如何跟城主还有2郡主交代呀？这还不好说，你就说我心急如焚，着急跟韩硕洞房。什么？花车游街免了？回禀2郡主，说是驿站传来消息，韩少君急着与三公主洞房，众人议论，13公主偏好美色，性急。紫竹，芊芊是我妹妹，岂能妄议？小人知错。韩硕若是良配，也再好不过。芊芊成婚后，就能安稳些吧。